那今年过年坐火车、坐高铁来回乡，确定会有更加严格的这个防疫措施。像这个高铁是来取消掉自由座，那代替是限制掉客票的数量，车顶嘛禁止食食，只会当伫必要的状况下啉水、食药啊，或者是甲红蚵仔饲冷。什么时阵要开始来实施呢？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已经收到指挥中心的回函，就为2月初1开始正式来实施。来到火车头，随当品的芳开，台地便当是真侪人的记忆。不过想要伫咧车顶食物件，今年过年就要甲啉奶咧。交通部提出车顶袂当食物件的规定，包括台铁、高铁，若是要去车厢内底，就拢袂当食物件。除了啉水、食药啊，含红蚵仔啉牛奶，剩的就拢袂当吸。因为指挥中心已经同意交通部送的方案。好，所以我们就配合秋冬防疫专案来执行。相提禁止车顶食物件规定，入去防疫专案，指挥中心公布，后礼拜1开始做。会当确定的是，伫咧过年的时间，代替限制客票的数量，每个厝上侪120个人，每一个车厢上侪15个人。高铁全面取消自由座，改做对号座，预计放467000个座位，增加28.7%的运量。买无车票民众可能得家己塞车转去啊。我们也希望说，这个公路系统，好，可以呢不要这个塞车哈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好大家落实防疫的要求。去年疫情，国道运载量降11%，今年大众运输、高速公路可能会塌甲愈严重。疫情一直变化，影响真侪人登去故乡的计划。